哦，又来了，上次那个很瞎最好了又骗。Instincts going no, looking bad like a bat with an eye patch. All black through the woods with a bat. 看起来是我的菜，感觉这次相亲会成功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Money。哇，你这个名字也太直接了吧！我妈这次终于没骗我了。我们先进去喝咖啡。餐点一共109元，打9折后98元。我要用小数点。小数点。国泰优惠今年正式推出的小数点，每一点小数点价值等同于1元新台币，可以兑换超多好康，还可以国泰世华红利点数合并使用，整合既有红利点数与使用场景，提供大家一站式的数位点数体验，让回馈更直接、更有感。这么厉害哦！方便好用，回馈又超级有感的。哇，小数点，小数点方便好用，让你的红利使用超有感。没位置了，我就跟你说，看电影要提早来吼，哇，看不到电影了啦！先不要紧张，我已经用小树生活换好电影票，而且画好位置了。啊，已经画好票了。对呀。小树生活是什么啊？怎么那么方便啦？是国泰优惠 APP 啊，它携手第三方伙伴，透过 API 相互串接，提供会员从下单购买、兑换到订单查询，小树生活一站式的完整体验。有这么方便的 APP， 怎么不早跟我说啦？害我白紧张了啦！好啦，就小树生活就让我们生活更便利，约会也更顺利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电影开始，走了啦！真是人帅又贴心。小树生活，享受生活，展现贴心也能变简单。爸，停车费缴了，送你回家吧。真的很不错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就是我想和你一起加入小树生活，会很困难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就算你没用国泰世华信用卡跟账户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下载 APP 并加入会员，你马上就可以使用了。不过当然，使用国泰世华卡结账还是会比较有优惠啦。哇，太棒了！我要下载国泰优惠。于活动期间内，扫描影片中 QR code 加入会员即可获得10点小数点，